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今日的来宾呢是伫大龙帮大汉的囡仔，较早捌风动过，嘛捌佚佗过。不过浪子回头脱离浪流连的生活，伊有做过这个翕新娘衫的摄影师，嘛捌做过广告导演，走跳台湾甲中国。5、6年前呢搬去到美国，一口罩5个人拢爱表演哦。伊带领着伊这个厝内底这个现车啊，甲这个2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用厝内车库做细细这个摄影棚来翕影片哦，想要踏入去这个美国影视界。伊是林玉伟，欲邀台美影视网为人豪爽行正道。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带你来看因一家伙爱这个故事。排上全家福吧。一口罩徛几排，看起来感情是无介好吗？为什么三个囡仔和太太都安尼走引走？哇，原来是在拍戏啦！我是 David， 我曾经是一名知名的广告导演，在片场我可是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的。可是来了美国之后，我却只能在车库里搭起那小小的摄影棚，回忆以前那些美好的时光啊！甲住伫美国洛杉矶生活拍做电影，带台爸爸林玉伟负责摄影，甚至伫家己厝内车库就做摄影棚。妈妈谢艳婷、宝妮做伙上卡本兼化妆，演戏主持嘛可以袂倒。阿叔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都这么大了。阿弟，你鞋你个，你个。你把那个鞋子啊拿给阿忠穿。好，行，多谢呗。25啊，那个有女朋友了哈。哎，麻烦你了，漂亮漂亮。先上来，先上来。你们为厝内三囡仔，搁较爱表演。3个200，哎，3个200，3个200。子轩，我上去唱歌。不要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你好无聊。3个200哦，今天是跨年。3个200，3个200，很便宜的。阿姨，3个200。哎，同学，别跑！不要跑！过来！厝内上大后生 Kenneth 早就演出济电影，来来回回自美国、台湾2个所在走跳。未来我就希望可以拍一些比较出名一点的片，然后就是挣一点名气，然后嘞就是可以拍喜欢的影片。我就介意台湾是我老爸、我老母故乡。讲起台语，虽然无够认同，不过也是有台湾囡仔的精神。弟弟 Richard 演戏的功夫嘛袂输哥哥。弟弟，为了公平起见，爸爸妈妈也赞助你。什么？对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帮你报名了维德保证班，下礼拜就开始去上课。很猛吗？现在补国中啊？我才4年级耶。对呀，现在先补，以后就不用。虽然讲是你的囡仔，唔是你的囡仔 ，Richard 真介意演戏。伊讲因为会当过无共款的人生。Hello， 我是林鼎轩，我很喜欢表演，是因为我可以活在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这样子，可以活有钱人，可以活穷的人，然后呢就可以，我就很喜欢表演这样子。那未来呢？未来我希望我可以演一些像那种 action 的 movie， 这个怎么说嘞？就是动作比较多的那种，打架那种。我被查00，我被查00。Richard 戏路快，妹妹莉迪亚除了接广告，因为爱跳舞，嘛开创另外一条演艺路。我最爱跳舞，因为我跳舞的时候可以跟 music 听到 music 让我很开心。然后呢，就像我喜欢 performance。因为如果跳完的时候，很多人奖励我啊那些的，就很开心。表演戏路虽然拢总无同，不过一家伙仔拢有气，尽全力为表演事业来付出。一口罩想要伫美国打造华人影视社群，为台湾继续发光。这部电影咱就邀请到阿伟啊 ，David 兄来到咱节目现场。阿伟你好。大家好。是哦，这回又搁倒来台湾啊，是为着这个 Kenneth，就是恁大汉后生这个
新戏或者是下半场啦吼嘿嘿嘿。对，你人生的下半场，你这阵几岁我今年拄好45岁， ？45岁。对。所以对你来讲嘛是一个下半场的拄开始啦。我唔对，是，咱头都有讲到，一家伙啊拢有戏，是安怎才深色的？一开始去美国当时，为了要家庭的记录啊，就翕迄个囡仔自安尼台湾去到美国，成长的过程。你拍者，让人讲无够过瘾吼，不够过瘾，然后就去踮咧阮的摄影棚，就是踮咧迄个车库garage，内底吼就是安尼创一个绿色的摄影棚，就敢 green screen 安尼，就是互因踮遐表演，然后当时就爱拍片讲你就爱笑，你就爱哭，拍者，因怎愈拍愈有兴趣。是。老尾就是安尼一路安尼，就是美国迄边嘛有这一寡迄个朋友看到，就甲阮介绍迄个经纪人。就刷经纪人就是讲有一寡适合的迄个角色啊，广告。伊嘛有拍迄个什么媒体哦，就美国上大迄个芭比娃娃公司的广告，嘛有迄个Toyota广告。刷来嘛有参加一寡迄个美国的电影学院学生的毕业作品。最好的开始啊！是，对这个车库开始啦吼。美国本地要互这个囡仔人学这个英语啦，嘛适应着这个美国的生活。不过咧后壁就接到真好的这个机会啊。是。咱来讲到这个你的这个某啦吼，其实嘛真贤惠啦吼，甲你斗推送，因为恁两个是咧熟悉的时阵，甲过去美国生活，其实这个决定嘛是真重要啦吼。对着囡仔来讲，3个囡仔拢伫美国来出世，但是对着台湾也是有真有感情的。咱先讲你的某，你对伊有啥物款的这个感情？伊嘛是真有戏啦，有做洛城方季是。伊本身伊嘛对表演嘛做兴趣，但是因摆咧台湾伊是读迄个大众传播嘛，所来伊就是做化妆师。去到美国时阵呢，迄当时伊嘛是感觉讲，囡仔对这有兴趣啦，伊就讲无伊因摆学的嘛，小可会使教囡仔，所以当时阮写一寡软档，写一寡节目的内容时阵吼，伊会稍微会帮我所较提醒咧拍的时阵，提醒讲这囡仔应该安怎做动作，动作无够，伊会帮伊安怎讲，甲一个导演啊，伊就变安尼甲我帮忙一点嘛，有当时帮囡仔化妆，阮就两夫妻安尼两个安尼一搭一唱，咧阮车库，搭一个摄影棚了，帮囡仔做一个 reality ABC 这个节目。迄当时嘛是拄好你踮咧美国，迄当时阮就安尼说讲到遐。是啦，我甲这个 David 兄熟悉这个过程是伫这个美国，迄当阵我伫这个媒体啦，别个媒体做这个特派这个记者嘛，熟悉到这个 David 兄，当阵就是有写这个报道，结果嘛是吸引到真侪人来看，其实嘛是有这个机会，就是后壁这个小朋友啊，因拢会使接到真好的这个机会啦，亲像讲这个 Kenneth。这个大汉的这个部分吼，伊是接到下半场，还有甲简曼书因是顶回有一个戏啦。对。Richard 是伊的第2个后生哦。是。你的孩子不是你孩子，就是咱家己公司的这个节目是。你的孩子孔雀这个部分。其实 Lydia 就是上细汉这个查某囡仔，嘛是真古锥啦，嘛是真爱跳舞。咱就豆豆来讲，这3个小朋友，其实咱拢讲一家伙啊，拢有戏。到底是倒一个囡仔上有戏啊？你感觉咧？应该是讲3个囡仔内底上活泼的是妹妹莉莉亚，伊是你甲伊叫一个，伊马上动作就出来，劈腿马上就出来。所以阮即届就讲，3个囡仔拢有不同的这个 style， 无共款的角色。因大兄是敢较帅气啦吼，就敢小鲜肉安尼。所以踮咧阮内底片内底拢是。表现刚耍帅啊！耍帅啊！迄个第2个就是较 Q， 较高，嘛算讲是较无厘头啦。后来爱抄稿安尼，爱抄稿因小妹安尼，因小妹就叫铺一个袂讲迄个什么迄个斗蟋蟀安尼，叫超美啊人这样啦，人一个就扑不跳安尼，在画面上感觉就刚做趣味的两个，3个安尼拍，做趣味的。嘿，咱头都有讲到吼，因这个3个人，因拢差几岁？你小甲这个观众朋友。差2岁。是。妹妹是11岁，第2个是13岁，大汉的15岁安尼。是。拢是2岁。所以这个年纪上啦吼，有当时这个哥哥会欺负妹妹。妹妹嘛是真爱哥哥，是，是，咱你教养的这个背景咧，是，就是这个咧教囡仔的方式是安怎？
啊，阮大兄拢在讲，伊大兄嘛，自细汉拢甲交代讲，大兄袂当欺负小弟，啊，小弟袂当欺负妹妹，阮拢安尼交代。但是这咱们一个家庭是啊，足歹落实的啦。是讲，你要甲讲这个厝内迄个规矩，啊，但是有当时会忍袂掉嘛，毕竟是囡仔嘛，较活泼的囡仔嘛，啊，因本身就是妹妹嘛是，算讲比因大兄甲弟兄搁较活泼，所以。因的相处吼，其实因感情真好啊，而且因做有默契的，因定定咧节目内底吼，迄当时翕到尾，阮迄2、3年啊，到尾阮无啥咧写节目啊，最简单去一个所在，我就讲啊，这个历史，吼 history， 后讲这历史是啥物件，这背景是啥物件，啊，你互恁讲安尼。啊，即马这个讲完，大兄讲完了无话啊，弟兄就跳再讲，二兄讲了无话了，第三就叭就开始讲啊。所以变讲是做有默契的，咧镜头面前啊，拢有做默契的咧安尼讲。所以这就是对这个车库开始的这个摄影棚啦，所以嘛是开创着尾啊这个真好的这个机会。啊，咱要过来讲就是讲，其实哦，伫车库做这个摄影棚。甲你较早所做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导演哦，其实有小可有差啦。较早你讲你家己有讲过啦，就是讲做这个导演啊吼，真正是化水会简单，但是这回可能敢若会使伫这个 garage 啦、车库内底，心理上会有差去无？哦，迄差真多啊，因为我40岁去到美国，迄当时咧中国，咱因为一世人拢咧做拢咧做影像的啊。当然到尾，咱有法度接一寡有较有名的牌子的广告啦。啊，但是迄个摄影棚内底拢凊彩，咱嘛知影讲咧拍这个摄影棚的广告，拢40-50个人，30-40个人，会当互你安尼哦，画起画倒啊，讲你也讲无欢喜，哎过来一届安尼。我是袂转伊转倒啦，最简单是讲，就讲啊，无咱过来一届吼啊。伊就问讲导演啊，倒伊无好过来一届啊，但是拍个咱大家囡仔无共啊，咱拍大家囡仔袂当伤要求啊，咱该透过妈妈来讲，哎，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讲一下，跟大哥，尤其那个大哥今麦来听的，就是讲今麦少年人嘛，吼，较歹直接该讲吼，伊会讲啊，我安尼表现嘛真好啊，哦啊，咱讲实在，囡仔有囡仔的特殊的表演的方法啦，咱嘛袂晓讲伊无好，所以但是咱就讲伊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咱大家小可爱大家调试吼，改变大家的想法，因为咱过去是甲专业的人合作，但是因即马嘛是慢慢变专业嘛，咱即马过去咱踮咧车库，咱大家学袂乱翕，吼，咱袂当来要求伤济。啊，慢慢，即摆伊甲外口的最有名的导演、最好的导演开始合作做了，哦，开始伊嘛，伊有家己的想法啊，会独立的思考，我感觉安尼嘛最好的，是，对。亲像安怎有啥物例，就是讲伊去接着这个新的这个导演然后啊去有这个新的这个思考，啊对伊的表演有帮助，你安尼看起来？有，这真大的帮助。安怎讲伊啦？因为过去伊听爸爸讲，啊爸爸过去伊细汉。会记忆啊，无啥物好记忆。伊会记讲爸爸因要做导演哦，现场啊咧，迄个几迄个绿色影棚咧，足侪人咧拍。但是伊是看爸爸讲哦，袂歹，过来一届，啊无好过来一届。但是伊即马甲别个导演合作，导演会甲伊沟通，会尽量甲伊讲，我今年我拍这个出戏，即马这个心情，这个人，啊咩啊入去这个人的这生命内底，啊所以三个囡仔即马拢有足好的表现，讲因足介意讲会当去。模仿吼，会使去拍别一个另外一个人性命的戏，啊，因感觉做乐此不疲啦，做有兴趣的。是，这是这个 Kenneth 就是大兄这部分。啊，三个拢感觉拢感觉是安尼，三个拢对这个表演啊有足大的迄落兴趣。是，啊，其实咯，你讲两个后生啦，啊，一个查某囝，其实因的这个能力拢是无共款的。是 Kenneth 这个。伊较内敛吼，咱来讲较内敛。啊，这个 Richard 就是，伊嘛是音乐上嘛是有真好的这个表现啦。啊，这个 Lydia 就是第三个查某囝跳舞吼。其实咱头拄拢讲到 Kenneth 较济啦 ，Richard 甲这个 Lydia， 你爱加讲一下，好，加 promote 一下呢。其实 Richard 阮第二后生，伊是安怎讲？因为伊做在咧现场吼，导演啊，甲其他的演员拢讲伊做松的。啊，咱咧搬戏，讲实在，咱上惊啦，惊讲，咱要安怎进入这个角色，要去模仿这个人。啊，其实因这个年纪入来这个行业有这足大的好处是安怎？因就咧搬家己嘛。啊，伊就安尼现场啊，就放互松啊，就讲家己的话，
伊的迄个台厝咧，因老母甲小甲讲一下。所以伊踮咧现场呢，伊的表现讲足自然的。好，包含这个其他的演员嘛讲啊，因奈有法度遮尼放较高角色内底。角色内底啊放松吼，啊那遮自然安尼。啊，你确实足，伊看伊平常时啊咯，安尼放啊，但是伊也去你现场哦，伊就进入的那个角色，足紧的在搬大机。啊，你也是在现场嘛是做活泼的哦，伊很容易得到这个目光。比如讲，伊咧跳舞的教室内底，因迄个教室老师啊，拢足介意，拢来叫伊身躯边。啊，伊就特别活泼，特别会晓表现家己。甲家己的能力表现出来。啊，做这行业其实我感觉是应该是爱安尼啦。是。啊，大兄甲弟兄，搁慢慢培养，因较有法度安尼。啊，但是每个囡仔有每个囡仔特色，嘛无讲去甲勉强。是安尼。是啦，所以对着这三个囡仔，你嘛是有互因这个自由发挥这个空间啦吼。啊，要搁回对头来问，就是讲哦，对车库开始，啊，甲你这个较早这个化水的建档这个比较，但是即摆有看到成就，就是这个囡仔嘛是有接到这个新的这个创作的机会。但是后一步就是要豆豆行入去这个美国的这个影视界啦吼。啊，其实要行入去遮，有的人伫这个社区就讲啊，恁若遮好运啦吼，那拢是恁。对不？是不是有人安尼甲你问过？嘿，这加减拢有问，但是咱唔知讲阮付出遮尼大。其实我这5年讲实在是来内心啦吼，实在是内心内底是做征战的，做打战的吼。因为咱讲，因为过去咱无法度做代志，去到美国拢是这毋是咱的天下，嘛毋是咱的所在，咱的言语嘛袂讲解通。所以咱大家会甲大家讲啊，咱大家讲袂使。其实囡仔无你想遐济，囡仔就是伊的表现会甲你鼓励。啊，看到囡仔进步一点嘛，你就鼓励一点嘛；看到囡仔鼓励，囡仔讲较做好较一点嘛，咱就甲你鼓励一点嘛。所以咱就有信心了，即马就讲嘛有足侪人会甲咱华人的这个爸母会甲问讲，啊，你的囡仔哪会遮幸运，哪我都去拍广告，哪我都去接这个角色。因为咱本来就是咱台湾就做这个行业的，是，好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来美国时阵，甲外口的人交涉，就是美国这边华人的这个制片导演，慢慢甲因交往，是，甲讲啊，阮嘛会使做这代志，啊，当然，咱一开始站在车库遐翕的物件，其实迄是做好基础，是，好，迄个囡仔慢慢有这个基础，其实，咱讲拢爱有兴趣来培养了，咱来帮伊找。出路了，咱个慢慢培养讲啊，以后都我专业一点嘛。所以我即马有人甲我问，咱讲你爱头一点，你嘛爱互囡仔去上课，因为阮这个家庭就是咧做这，所以耳濡目染嘛。就讲爸爸咧做这，啊囡仔就小可会晓知影讲，啊我譬如讲伊看大家拍的片，伊讲其实我会使过个，伊大家个导演讲，我来一。过来一届，我感觉我会使愈好。啊，这就是算一个专业的演员，会使甲人沟通的最好的方式。是，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吼，自这开始啦吼，自这个 garage 开始，会当看到这个一家伙啊，这个成长的这个部分。啊，其实咱要过来看讲吼，这个 David 哥啦吼，啊伟啊吼。伊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嘛是真趣味啦吼。过去咱头都有讲到是这个浪流连啦，不过伊即马行上正道，但是咧，伊就带这个规家伙啊去成长的这个所在，咱来看这个部分哦。哈比公园，哈比公园，以前我们常常就是10几个人就窝在这个地方，就刚你捌看迄个香港的电影《古惑仔》有无？这是阮的地盘，无别人要你来佚佗袂当，啊经过阮的同意。林玉伟带一口罩，回来到伊的故乡台北大龙帮，过去的往事故事讲袂煞。这个大龙国小，不是，这不是我的小学。明伦国小，这样明伦国小全部伤少啊，少子化嘛，无人要生囝啊，结果全拆掉啊。想起细汉读的国校，因为囝生了少来停办，心中是满满感慨。回来到故乡的心情更加是特别。啊，美国安尼住啊5、6年啊吼。5年啊，毋过阮离开台湾差不多7年啊，8年啊。哦，所以即个咱全家口啊，返来台湾，足特别的。
对啊，我看到迄个保安讲的时阵，我阁想到讲，我有新的时阵啊，阿嬷叫我去拜拜，我一个腹肚遮大坑，啊，佫要叫我跪，啊，佫起来，佫跪，佫起来，哦，我小想到就好笑的。人亲土亲，对林玉慧来讲，感受搁较深。这回有一位重要的人爱来见。要给你 hug， 你给阿妈 hug 一下。哦，你孙子大。这姨妈，这姨妈，好，这是阿妈的闺蜜。林玉慧的后生查某囝甲阿嬷蓝条条，一年看差不多一届尔尔，讲袂想是骗人的。无去3工啦，讲走去倒，讲去走去花莲啊去台东啦。去花莲啦。花莲就讲消失3工啦。啊，咱找无人啦。哦，啊，咱要做遐种阿姨去佚佗，除非甲你人讲啊，这老大人比咱较无义。伊摆少年啦，单亲啦，啊，大家一个妈妈爱带2个囡仔，所以嘛足辛苦咧拍拼，啊，咱会当体谅伊啊，因摆会袂当体谅嘛。林玉慧回想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对妈妈虽然有无理解的所在，不过总算体认妈妈辛苦。咩讲？大家嘛感觉我无时大人的照顾甲爱啊，所以我定定嘛安怎讲，住喺这个位啊，嘛足惊去互欺负啊，啊，就爱甲一寡朋友斗斗阵啊。玩闹就对啦。爱再走跳啊！啊，但是嘛，拢因摆玩闹诶，朋友拢死的死，倒的倒，无死走佚佗啊啦。嘿啊，拢咩讲？这是过去的代志。啊，但我17岁了，高中了，我就离开这个环境啊。18岁就去当兵了。对，我18岁，大家决定讲要去做兵安尼啊，因为搁安尼混下去不是办法，对吧？迄当时讲啊，应该爱行无共款的人生啊。但是你这命运物件足奇怪的。咱是咱们这所在大汉的吼，啊，就是去外口拢咩拢有带，拢会有带刺，拢会感觉大家安尼有一个刺安尼，啊，其实吼，不要绑自己就对。有棱有角，有棱有角啊，慢慢互这社会安尼慢慢安尼，甲你安尼磨难磨练安尼，才慢慢的开始甲转型。可能娶太太的关系啦，娶某有关系啦。伊要娶某，我痛到我比着大乐透王，伊讲妈妈我要娶太太，我好高兴哦。这个是我最大人生，我最大的高兴，因为外面够惯你。但是他哦，在我的心目中哦，乖乖牌啦。妈妈对家己囡仔的期待，伫对话中都会当看出来。处理无好，哦，啊，人就是要甲你处理。啊，就是讲安尼，唔敢讲啊，无18岁人先来去做兵，啊，做兵转来了后，咱就完全慢慢甲这个所在就需要甲脱离啦，脱离是。啊，脱离了后，咱即马回过头转来，咱经过20几年，搁转来这所在，有感情真深的所在，因为毕竟这是咱自细汉大汉的所在。咱这回看到 David 兄啊，带这个规家伙登去到伊大汉的所在，叫做大龙帮啦吼。啊，其实这嘛对你来讲有真深的意义啦吼。意义是啥物啊？其实咱咧大龙帮这个所在，就咱一般古早讲艋舺猪肚口大龙帮，这是拢是地方上吼真侪这兄弟甲头的所在。啊，我自细汉起踮咧这所在，因为我无兄弟无兄弟啦，有姊妹啦，有这要姐姐啦。啊，讲实在，迄阵细汉读初中、国小、初中，无兄弟甲咱斗阵大，啊，变讲是咱大家爱搁单亲嘛，啊，变讲咱大家伫外口的时阵，咱拢足惊人欺负人的，啊，要惊人欺负咱变讲是爱甲人斗阵，吼，啊，斗阵其实嘛毋是讲一定爱逞凶斗狠啊，是讲斗阵总是爱找代志做嘛，比如讲会去溜冰啦，吼，啊，无是去行迄个这安怎讲？这毋是北家种。种秀哟，观众秀啊，观众秀迄种的，啊，但是就是会当遐咧安尼人济，其实嘛足趣味，迄是细汉时阵吼，因为安怎讲，因为咱这家庭无互人伤侪温暖嘛，
啊，咱大家就爱去外口去找一处温暖。啊，捌甲朋友斗阵，啊，伊也讲弄球，啊，食薰，啊，但是他们化学法，咱嘛爱去甲人斗3工者。所以少年囡仔、查某囡仔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嘛是爱有家己讲，爱有找家己的方向啦。啊，我嘛是迄当时16岁、17岁当时就离开大龙帮。是。我18岁，家己决定家己的人生，讲我18岁要提早去做兵。要提早去做兵，因为这有什么关键吗？因为迄个关键是安那，因为踮咧迄个所在的同学吼朋友，拢是真正拢是伫大梦迄所在，无是拢较袂讲咩啊讲，迄毋是讲介高站的迄个社区嘛，吼啊，大家斗阵变讲，大家拢会相同，吼啊，毋是拢像迄无讲介好的物件去啦，啊，所以咱就讲啊，恁人生啊讲行到安尼，讲大家袂晓想的真艰苦啊，万不幸，迄当时阿嬷嘛一讲讲，你毋通去讲浪榴莲哦，毋通去撞兄弟，毋通去讲车铃甲车红。啊，咱甲这话听入去，但是迄当时无法度，咱就是讲话啊，甲朋友行出去拢是有这种开口。但是我感觉讲，其实迄是最好的人生的一个历练，迄一个阶段啦。啊，所以当时嘛是讲啊，迄当时是讲，迄当时就是讲险吗？险，就是敢讲，迄当时就是甲朋友甲人处理无好，哦，啊，人就是要甲你处理，你处理袂好，人要甲你处理。啊，就是讲安尼，毋敢讲啊，无18岁，咱先来去做兵。啊，做兵转来了后，咱就完全慢慢甲这个所在，就需要甲脱离啦，脱离。是。啊，脱离了后，咱即马回过头转来，咱经过20几年，搁转来这所在，有感情真深的所在啦。因为毕竟这是咱自细汉大汉的所在。是安尼。是啦，所以对大龙帮来讲啦吼，嘛即有阿嬷的这个基地伫咧，啊嘛有这个过去吼，伫遮。走总啦吼，嘛是讲走总啦吼，也是可能迄当阵较有兄弟开，但是即阵看起来，这个兄弟开已经较淡淡啊，渐渐啊无去啊。即摆只有爸爸味啊，干那爸爸的这个味啦吼。所以其实咱头拄嘛有看到啦，就是你甲这个妈妈这个相处关系，虽然恁伫一个美国啦，啊一个伫台湾，其实也阁是小照应会到啦吼，就是讲也是透过这个 LINE 也好啊，是这个这个社群的这个软体啦吼，来进行这个对话，但是。对你来讲，妈妈也是有真深的这个影响啦吼。当然，因为妈妈就是算厝内大姊嘛。啊，厝内大姊伊嘛是自阿嬷食老啊破病甲转去。阮老母拢是踮咧边啊。是。所以，阮有身教言教啦。就讲阮老母伊家己咧做代志，阮嘛有看会到啊。虽然老母迄当时少年拍拼单亲嘛，啊顾2个囡仔。自细汉伊咧外口走总拍拼，啊，伊食人嘛是也找兴趣嘛，才派一个色牌啊吼，啊老人安尼之间，但是咱嘛是讲看来简单讲啊老母安尼做，咱嘛希望以后讲啊咱也有机会转来台湾，咱嘛是安尼咧对待咱的时代。所以我三不五时嘛敲电话甲阮老母讲啊，你放心啦。所以伊会烦恼你无想要转来台湾哟。我感觉伊足独立的，伊是新兴女性，伊是一个新兴女性，所以伊袂去烦恼这点。啊，但是我会。三不五时也敲电话讲啊，囡仔会带转来，啊嘛是我嘛是以后嘛是会转来，我甲伊讲。所以囡仔可能伫美国发展，但是对你来讲，台湾也是近啦吼，所以嘛是要转来安尼。当然。是，所以这个回归后来看，咱主要讲浪子回头，无过浪流连啊啦吼。无浪流连。所以你看，你自这个做兵煞，你就去做这个新娘衫的摄影嘛，还是佫有其他的这个工作？嘛是有做美术啦，美术，因为你读这个复兴美工。复兴美工，是，所以这个小年煞做兵了后，佫做什么？啊，嘛有做摄影师啊，啊嘛有做过一寡迄个有关于设计方面的。啊，但上重要当然是因为实在阮某嘛。啊，阮某伊会使讲是一个查某人在要出来，伊潜移默化，伊会甲你讲一寡伊的想法。啊，人家讲呀，这咱有这个能力无？我这世人嘛无想讲，这世人嘛无咧想讲，我这世人我都行去这双脚，我都行到美国去。行到美国去，我都去甲囡仔踮咧美国安尼创一个，敢即马有足好的方向，甲迄个兴趣啦。是。我无想遐济，但是就是因为实在阮某，阮某当时来美国读书，我毋过讲啊，这条路敢是我会当行的。迄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啦，是，但是即摆回头看，其实真好，因为咱台湾其实爱加行出去外口看这个世界，有影，是安尼，是这是这个
熟悉到这个好某啦吼，所以咱会当看其实，但是去美国真正是一个新的这个环境，所以有足侪无适应的物件，所以拢要豆豆啊来甲这个调整好势啦吼。啊，其实咱个讲来，这个过去伫台湾甲中国拢有这个走跳啦吼，所以这个部分咱拄则嘛讲到，化水的简单，唔敢讲，但是你当做代志，翕新娘衫的时阵，你其实有做真侪这个创新啊，亲像讲这个画老庄是。对。迄当时我就是咧台湾迄个苏菲亚，吼啊，甲苏菲亚这上大间的两间翕影公司。迄当时大家想要出来创业，迄当时大汉嘛都出事。我想讲我这世人无可能一直帮人做行路嘛，所以大家出来做。迄当时出来创业了后，我甲某讲，因为我家己单亲嘛，迄当时拄好看到台湾有一个新闻讲，咱台湾的离婚率是全亚洲头一名。啊，看了讲，其实对足侪人来讲这是无啥感觉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4岁爸母就离婚啊，所以我感觉我行这条路，我感觉嘛足辛苦的。所以我感觉讲离婚的囡仔是足辛苦、足可怜的。所以我是讲无我开一个翕相馆是互人讲袂当离婚。啊，你讲你祝福人就祝福人，你讲叫人袂当离婚，这真困难。但是咱就尽量用咱的心。结果呢，我就叫阮某去学迄个画老钟、画老庄啦。是画老庄。啊，迄当时伊嘛是讲，这 idea 做好诶，这想法很好，伊嘛去学这去好莱坞，嘛去学这好莱坞这种彩妆哦。啊，学了头一年其实无半个人要画啦，因为讲啊 David 啊，你应该是做有名的翕影公司出来摄影师，啊，我即摆要找你翕嘛是翕水啊，你若叫我化老妆，头一年无人要翕啊，结果有一年是一个国外转来的朋友，伊讲这嘛做 creative 做创新的，伊讲无我试看卖，一画了，迄整个质感弄出来了，开始就足侪人来画，好嘛，足侪人讲我得拍这种不会离婚的这个婚纱照，迄当时嘛是足有趣味啦，啊，算讲是一个足好的祝福啦，是上祝福啦。啊，其实做这件代志上好的是咱大家个合适了，真来回想自己，因为大家来问讲啊，你要啊听某，要啊听翁。后面听翁的话，一世人要斗阵。咱帮伊做代志，结果是咱大家学了上多。有回馈就对啦。feedback 就是大家学了真多，讲要安怎听某，啊这要安听翁的话。本来咱是要祝福伊，咱要替伊做代志。结果说颠倒伊教咱足侪物件，我感觉足赞的，足好的。是。所以拄这个开这个。翕新娘衫啦吼，这个摄影师啊有家己的这个创新甲创意伫咧，所以咱豆豆就看到讲，行出甲人无共款的这个路出来，所以做摄影师以后，搁去甲中国走跳嘛。因为迄当时就是数位时代来临，啊，做要变讲是迄个相机有法度录影，哇，录影迄个质感足好的，迄 sensor 迄个质感足好的啊，袂做讲咧拍电影呢。啊，咱自细汉就看咱美国电影，看香港电影大汉的，日本的电影大汉。啊，当心内有一个梦，就是讲无大家试看卖啊。结果无试过无要紧，一试讲哇，这翕来真好，讲甲你讲故事，因捌翕一张相片。是。好比讲咱翕你拄10岁时阵，18岁、25岁，结婚30岁。50岁到80岁，啊，你翕一世人的关系。啊，即马足简单啊，变讲是前后的画面来变讲是拉长这个速度。好，譬如讲我即马应该一张相片是安尼，结果我即马来讲一个有台词内底。好，譬如讲这就是讲10秒钟，这10秒钟啊加起来变讲是迄当时做流行的微电影。迄当时做了哇，迄当时嘛是咧09年、10年的当时都做创新的啦。迄当时咧台湾算讲是行较头前。所以当时有人讲无你这物件真好，无要去大陆发展无？我就当去甲广州、上海，啊，果然去甲遐这个技术，迄当时算讲袂歹。所以当时有足好的基础咧边。啊，落尾就刷来是讲变讲是转商业。你当翕着了，人讲你这质感翕啊袂歹，你敢有想要接一寡商业的案子？我讲好啊，有钱赚，我搁要饲某囝啊，安尼真好啊，我搁试看卖。所以那时候才在。11年、12年转跑道，变公是一个做广告的形式，也做这个微电影。OK， 还是安尼，慢慢跟变公是跟这个行业又接触人多。啊，我读复兴美工，其实这行业的朋友、同学真在这嘛。是，所以自迄当阵开始有这个商业的机会。啊，那想讲，搁去美国，啊，美国就是我拄仔讲的，就是阮某，
对啊伊自细汉，啊，放弃呢？嘿，伊有一个小秘密伫身躯，讲伊有一天想要去美国嘛。吼，讲实在，咱做安的人总是讲有法度满足他的梦想，因为咱当时无法度买10克拉呀，嘿，咱心里就想说，那小小的梦想，我们可不可以满足他？是。但是对我来讲是做征战，是讲拍足好的基础，雄要去放落。但是因为去到美国了后，本来是迄当时厝买好嘛是讲甲公司开喺遐，但是迄当时嘛毋知想要创啥物，但是就是一步一脚印，就讲一开始讲想要两边走，以大陆为主，美国小可代志，甲去迄边拍一下片。结果去迄边了后，讲囡仔拢放下怎囥落去，某佫一个人顾三个，哇，足忝的。是，我感觉伊安尼一工到毋要安尼载囡仔，甲司机安尼弄进弄出安尼，我看来讲毋甘嘛。是，我就甲某讲无安尼，我甲大陆迄部分吼先囥的。是，某讲安尼咁好，我讲无要紧，无试看卖。一囥真正拢囥。是，所以咱看到这个 David 兄啦吼，自这个中国。放弃这个事业，为爱走天涯，嘛是算安尼啦。算为爱走天涯，嘛是为一口罩的这个部分啦。所以咱来看讲，其实伊这个伫美国有新的计划，咱来看讲伊是安怎想的。妈妈，刚刚帮你彻底了一个头发，你赶快开门，我保证帮你剪一个很好看的发型。No, I'm good. 开门。林玉贵一家伙仔拢有戏，这回要打造一部影集。讲台湾人到美国生活会拄到的咸甜苦涩，台湾上有名的制片人、演员拢全力投资到收听。家人照片拉出来，你就觉得很有戏，也很有型。而且我们拍戏拍那么久，很少看到一家人都是演员那这家人特别是每一个人都长得很有特色，而且真的说实话，长得真的是好看女儿也会跳舞。他太太基本上也本身也算是一个专业的演员，那老公又是导演，那这一家人到哪去找这样的组合？我还真想不到。有啦，妈妈，电脑放哪里啊？不就放在椅子上吗？好，跟着来。There's only 3. 没关系啊，反正又不是所有人刚拍就会变网红了，是吧？爸，别难过了。表演的基因就伫这口罩的每一个人当中。虽然为着演出可能爱飞来飞去，不过因拢珍惜每一届机会。朋友拢甲我讲吼，你三个囝拢拍戏啊，你赚足侪钱的，足侪钱的。我讲无，我讲恁拢唔知吼，伫咧美国吼，因足保护囡仔吼。你若是囡仔有趁钱吼，伊都放伫咧银行内底，放伫咧信托账户内底，咱拢袂当用哦。这个信托的名，阁是囡仔的名，18岁吼，18岁，囡仔才会当把钱领出来，是伊的钱，毋是阮的钱。所以我即马是做无钱的司机啦，那投资足侪钱。毋过我拢足欢喜、足甘愿的，因为这阮大家拢足爱拍戏啊，阁有要演戏啊，足介意的，所以阮就做爸母，阮就家支持伊啦，伊要做啥，阮就支持。演出唔单是为着赚钱，只希望会当伫每届的演出机会当中，甲上好的表演传达出去。爸爸妈妈也是持续的在美国有演出一些短片跟得奖短片的经验，所以这一家子真的都本来是素人，后来变成 YouTuber， 后来现在变成演员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家是还蛮妙的。然后小朋友在美国长大，其实并没有学坏，然后很有向心力。我很少看到现在的家庭这么有向心力，这么团结，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。然后现在马上5个人就要变成明星了，爸爸也要变成制片人。然后可是我觉得他们都还是一步一步的在走，在追寻自己的梦想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的美国梦。甲台湾人伫美国生活梦想拍做影集，要拍入去美国影视科也要突破侪困难。第一关来找找资金，第二关要有好的卡本，希望更较侪好的演员来加入。这个过程定着辛苦，不过因有信心，伫美国将台湾人的精神传达出去。好，说完披萨之后，你就。
去美国5、6年，自这个车库开始哦，现主是有这个新的这个影集要出现啊！哇，这是什么计划啊？哦，这就是因为囡仔一个出去拍片，真侪朋友讲算笑讲，你即马有一个球队，因为派一个出去，就敢1打1，派3个就3打3斗牛，即马全家伙仔斗阵，因为今年拢是老母带查某囝，无是老爸带2个后生去拍片，无是兄妹仔去拍片，兄弟去拍片，煞来咧朋友就讲无你安尼斗阵5个人，是，吼写一个剧本，我讲敢有影会使安尼做。其实2年前就真侪朋友安尼讲，我想讲咱要好莱坞，咱是台湾人嘛，是拄家己尔，咱哪有法度甲人安尼算？但是呢，其实会使，因为大家拢准备好啊嘛，吼，就讲大家派出去，甲导演合作，甲这演员合作，拢是合作了真趣味，吼嘛，作品嘛真好。所以，阮即马有一个计划，阮当美国要拍一个华人美剧，好，就是 Reality ABC， 就是加油美国儿女，即马目前这个影集的这个前导片的trailer，阮已经拍好啊，差不多8分钟，是，即马本来是足简单的嘛，是讲拍这个影集的用意啊，是要互台湾甲亚洲这边的导演啊、制片啊，看讲，阮的后生囡仔。会晓讲华语，会晓讲中文，是，甚至会晓讲台语。甚至会晓讲一个台语。本来是足简单是安尼，结果大家看了讲哇，这主题真好。要安怎行落去，大家就甲我做不同的意见。我听我嘛足好的啊，但是我感觉其实我也甲阮兜的真正的故事写出来，其实真趣味。安怎讲？阮一家伙仔本来咧台湾也无咧拍片。无行咧，这道是跟我家己咧做幕后嘛，小可有甲演艺圈遐接触，结果去到美国了后呢，可能囡仔自细汉安尼看，看到大汉，很好，为什么要再来一次？安尼来甲我问嘛，我就甲解释，落尾咧，大家踮咧车库拍者，因感觉有趣味啊，所以阮即马就准备要把这个影集，变讲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案子，所以即马目前咧美国那边有。迄个片场，伊讲这个案子袂歹，要甲阮斗阵合作。所以我台湾这边嘛有制片，即马开始咧接触讲阮即马剧本是要安怎行落去。安怎讲？阮规家口啊，去到美国，无人实在阮。结果呢，阮规家口呢，一人去拍片了后，一个一个走进好莱坞。就从素人家庭变好莱坞咖。煞来搁登来台湾，陆续的回台湾跟台湾的导演、演员合作。出道是，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的题材也很特别，愈来愈多朋友，这个圈内朋友就讲这会使，就斗阵讲要安甲这个剧本给生成，安怎甲写愈好愈趣味。所以甲这个 Fresh of the Boat 菜鸟新移民是较无共款啦吼，恁有恁的特色啦，就是讲恁规口罩吼，本地伫台湾啦吼。拢无拍片啊，是你做这个幕后这个工课，但是去美国了后，是恁做伙去，无像这个 Fresh of the Boat 菜鸟新移民是可能第2代、第3代，因伫这个 Orlando 啦吼，遐搬厝，伫这个 DC 来搬到 Orlando 这个所在，因为这个因有故事因的部分，但是伊嘛是这个华人的精神，但是咱是这个台湾人的精神啊吼，放伫内底。其实咱头讲到。底下本早是 Reality ABC 是要学这个华语啦，学英语啦，用这个。部分去适应着这个美国的这个生活，即阵呢是要互伊影集化，上重要是要有资金的投资吧，嘛是讲有兴趣的这个艺人来合作啊，有啥物艺人？艺人这部分就是讲阮即马少熙哥，拄啊去美国开迄牛肉面，迄生意变叫，就是因为阮某甲少熙哥当时咧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有合作过，结果咧阮去美国相见如故，就开始讲这个剧本安怎讲，伊讲你这个故事真正袂歹哦，因为你这是真正的家庭的组合，你一家人都有戏啊，是，一家伙拢有戏啦。他对这部片的那个评价其实是还不错，那当然那时候我们有聊到这个整个剧情的结构啊，讲过哈，讲过就讲就讲规暝就讲
足笑客的啦。啊，叫登来台湾这边呢，我们就真正邀请我们的制片，就很认真的跟少基哥拜访。哦，那少基哥现在也同意说要加入我们的剧组。啊，因为毕竟其实我们，这个影集呢，按他讲，因为咱自咱人类啊，有开始有电影，开始有这影集，无真正一个家庭啊。老爸是这老爸，老母真正这老母，啊囡仔佫是真正这囡仔的家庭，无安尼去处理嘛。啊 ，Fresh or Bold 就讲即马所有全世界的电影拢是安尼，找这老母哦足水的，找这个翁来到这老母，哇足引导的，啊找这个囝来变讲伊的后生，然后这种组合家庭啊。这世界上真目前为止无讲这种真正的家庭来做这个代志。我刚刚其实这是阮的特殊啦，特色吼特色。除了这点了后，就是讲这个影集的慢慢，阮嘛是邀请愈来愈多台湾这边的影星，到阮斗阵来提升一下我们的演技，啊嘛有好莱坞这边可能的制片啊，甲演员也会加入我们的团队，阮是安尼咧希望啦，啊嘛希望讲阮的这片以后会甲阮带往这个影集，可以带往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。是，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部分，豆豆有这个雏形啊，咧造出来。啊，但是讲，其实咱咧讲影集，其实也有真侪这个元素伫咧吼。什么款的元素适合伫什么款的这个剧本内底？所以你爱好好啊斟酌甲想。现主是有想到无？有。安怎讲你知？因为拄移民去美国的家庭吼，迄状况真侪啦。吼，迄囡仔要啊去学校爱准备啥物件？是。咱台湾是共款一模，但是你若换去美国就无共款啦，要讲英文啦。你甲老师之间的互动，是。啊，甲咱华人的父母的直接。啊，讲实在，因为咱去到国外，讲实在，真正拄有一件代志，讲有人拢捌，但是人袂甲你教。因为伊嘛咧往上爬。是。啊，大家拢咧往上努力，往上爬。啊，都无迄时间去照顾了别人啦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有产生很多那个很幽默的事情。是。好，譬如讲，迄个阮的囡仔要去读书，啊，看到足侪人拢敲提琴啦，啊，搁有迄个什么喇叭咯，拢大家手咧揢，啊，咱就拄去尔，头一当咱拄去，讲啊奇怪，咱就问咱的朋友，朋友讲，可能是开玩笑讲，伊讲恁囝免学啦，恁囝有咧外口学钢琴啦，啊，你就免去学学校这啦，弄开出侪时间的。结果咱才知影讲，因为这去学校学这是免钱，啊，结果阮囝变成要唱歌啦。因为你也无学任何迄个才能，你就要变爱唱歌。哦。啊，其实每次嘛是种好，先别讲在学习，你知影？即讲人咩讲，伊拄过一面足侪状况，咱无熟悉。咱无熟悉，变讲咱会写伫咱的剧本内底。是。这是做趣味的代志。啊，你囡仔要行这道，要去拍片，迄甲咱台湾甲咱大陆迄个亚洲佫无共款。咱去拍片，现场有一个老师在那现场教迄遐。mentor。嘿。顾踮喺迄个马里头头前，讲卡，甲导演讲，这个部分你袂当翕，因为囡仔袂使要翕，袂当讲这个代志。你踮亚洲哪有可能有一个人甲导演讲，这部分袂当拍。是，所以这嘛是这个 Hollywood 这个因的这个潜规则啦吼。就是讲，这是讲伊的法律啦，法律啊嘛是潜规则。保护小孩。是，这保护囡仔嘛是因这个重点啦吼。啊，其实这个作品以外嘛是爱有这个新的元素，头拄仔你讲的个。恁过去哦，这个经验嘛写入内底，啊上重要嘛是爱有这个有大咖来站台啦吼。啊，你希望有啥物大咖？我希望我嘛希望迄个现在成龙啊，周润发谢霆锋啊，这很多的很棒的演员都可以跟我们合作啦。但是我们是希望嘛，因为毕竟我们也算是素人的家庭，我们要往这方面去走，其实要一步一脚印。第一个。现在影集或者电影一定要2大很重要的重点，这个也是少熙哥跟我分享的，不然就是卡兹，不然就是故事要吸引的。故事要吸引人啦吼。嘿。那目前为止，其实阮这个故事，除了故事，我感觉真趣味啦，因为做侪自我调侃哦，去到遐，去到遐本来一个导演，啊去到遐，无空客，啊接一个广告，我迄广告是预算足低。迄个佫无够付的这个演员的钱哦，做代志，做代志拢会使做趣味，在呈现在阮的影集内底。所以讲
卡斯甲这个故事啊，除了这点，阮阁有一个第三点，是讲阮是真正会全部规家遐拢会当演一个家庭，跟演员的家庭，演员的家庭，所以我感觉这是最好的特色啦，因为目前为止无安尼的作品出现嘛，是安尼。所以咱来讲吼，自这个5、6年前去美国啦吼，这个放弃掉这个中国这个事业来去美国啊，现主时嘛看到讲有新的这个影集啊作品要产生啊吼，所以对于你来讲嘛是有看到成果啦吼，但是你嘛是有甲这个台湾这个根放伫这个心肝内底，啊你看咱有这个你带这个几口罩啦吼，登去这个大龙帮你的这个家乡啦吼，家己的厝内去小解讲吼，互恁遮这个囡仔搁一解认捌到这个你的故乡，嘛是认捌到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好啦吼。所以今日非常感谢这个 David 兄玉伟来到咱节目现场，感谢。是，感谢。玉瑶台美影视网为人豪爽行正道，今日非常感谢 David 兄来到咱节目现场，台湾新感觉，咱后回再会。